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29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台北捷运文湖线台铁站往动物园的方向，早起8点外的时阵，因为列车发出过境的信息，所以车帮是暂时停靠，单车的时间嘛会延长，各台人阵是叉。台北捷运公司指出，早起8点3分的时阵，文湖线台铁站往动物园的方向，有一架列车发出警告信息。情况中心安排台铁站至上山机场站执行列车双向单线双向通行，而且嘛启动检查路站到中山国中站，才有公车会当搬车。台北捷运公司提醒民众，若是要坐车，爱提早15分钟，或者是会当转坐其他的交通工具。继续来关心天气，受到西南气流甲竹杂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南部的雨势规通倒。今仔日宣布停班停课的县市，包括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气象署讲，今仔日日下会落雨，到下暝这雨才会较少。因若明仔载还佫会继续落，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大水雨，而且可能会造成淹水或者是土石流等的灾情。大雨一直落，台南后壁区应该拢是水分不清，倒也是落，倒也是残。气象署第2日下晡启动大规模激烈大水雨加强作业，为3点钟滚动更新落雨资讯。受西南气流甲低压带影响，真侪所在拢仍出现低延时强降雨。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拢陆续宣布今仔日停班停课。大致上面，中南部的这一带都还是比较显著的，而到了明天晚间之后，中南部还是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雨势，12小时的雨量上面大概也会有接近90毫米或是以上的情形。而到了周3的白天呢，整体西南风持续的影响，所以说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显著的降雨发生。气象署指出，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一日摄测雨量拢超过400毫米，甚至450毫米，真惊人。气象专家分析，竹杂草、风台引进较强的西南气流，承受影响的是南部地区。前一阵才因为台南市风台、台南七股受创严重，即马厝顶拢还未修好，大雨过来，布棚根本挡袂牢。无才调困啦，伊爱用土污水互流出来啦。你听无？啊，无你愈积愈济啦吼，攀坡毋是作用啦，啊，有阵也会湿啦。就会惊啦，啊，透袂我撩水撩去办公室，要困啦。除了高雄市安顺山区被完成撤离2079人。台南后壁白河咸水，也有工作人员看到民众撤离，留伫当地黎明看到4个拢是漏水的厝，想到风台季还阁2个月过，唔知要安怎才好。这种漏啊，这嘛4只嘛是。这大风来敢站得了？袂掉，安尼哦，嘛是佫买。业者打出公告，拜3东流线全面停载，拜4是毋是佫驶也唔知影。气象署提醒，即摆雨势也未结束，一定爱注意大雨可能带来淹水、土石流这灾情。记者综合报道。昨晖落大雨，重灾区之一的嘉义埔子，因为大排爆发放气，有一间低调泉淹水，内底3500只猪，真侪是拢走到四散去。另外，有台电的工程人员伫咧修理停电的问题时阵，因为淹水全掉伫咧遐，家在是拢已经平安救出来啊。远远的工程车看无车顶4个拢是水，车顶5人掉伫遐。这台台电工程车经过埔子市第82线下边平面道路，因为积水受困，边仔也有3台车总共5人受困，好家在拢救出来。你要入去啊？伊也扫帚铺伫水面，这间厝因为地材性落雨，积水到大人的大腿，连面层拢浸下去。冰箱嘛淹足悬啊，哦，阴暗咧烦恼无地困。摆袂出去啊！伊条大排水沟，即马讲要满出来啊！哦，系啊！啊你即马佮拄着8楼。有人看到新配车浸伫水，说因为4个拢是淹水，无所在刷车。太保市加64线高铁大道往新北方向，也因为车路拢是水，50岁查甫人受困，坐救生船才离开。
大牌板气连地价也多难，规定的地价行伫加速水道的产业道路，这是业者伫家己园铺主市的畜牧场丢来3500只猪仔，都甲剩无到100只，因为爆发板气积水上深到2公尺悬。抽水机一直抽，水也是无退，业者惊猪仔学袂走，各用沙包封路，也派人伫现场看。啊，不过当地去年爆发这板气，今年又来一摆。这条大牌嘛，就头前有溃堤啊。哦，水拢拼入来就对啦。拼入来路去啊，阮的地条比路面较低啦。水几方入去？猪起码才2米啊。业者提估这摆的损失比去年严重，新港乡这畜牧场也是受灾户，猪仔全心浸伫水内，初步估算有数百只猪仔受困。水沟啊，那个水沟倒灌哦。结合大甲西南风景乡、新港乡有几个川仔水深上悬到脚踏虎大腿，佮拄着把楼互大卡大牌溢出来，互真侪畜牧场积淹水。道路交通，一寡养猪户的猪只嘛，伫浸水中实在是真可怜。这摆假期台积电也是受灾户，厂区积水上深到腿肚。台积电回应现场照关护工具停工，由防灾相关组织组员太平。受较大湿雨量影响，部分工区外口公共道路煞积水，厂房基地设计比路面较悬，工区无啥物要紧。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的雨会搁较大。咱做回来看分图。中央气象署发布大水雨的特报。因为西南气流甲德早草风太外围环流的影响，较会有低延时的强降雨。今仔日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会落大雨，或者是大水雨。也若新竹以北、彰化、云林、南投、嘉义县市、片湖甲台东的山区，有的所在会上大雨。也若温度的方面，南部甲华东的高温是差不多30度至31度，中部以北甲宜兰高温是32度至33度。今仔日整体温度因为落雨会感觉较漚热。这2天大水雨是落袂离，绿岛环岛公路要去温泉区的路段，27发生崩山，路全未通，估计差不多要1、2天的时间才有法度来畅通。27号11点外，绿岛环岛公路温泉路段尾湖桥附近发生边坡土石崩落，造成双向的车拢无法度过。二月日时，公所已经派开口客药厂商到现场救封锁线。不过，绿岛乡只敢拿一条环岛公路，游客甲当地居民拢是用这条公路出入。公所讲，这边一帮主要是受到顶礼拜连续几落天大雨，再加上27一阵大雨，边坡土石含水量伤多，土石相当才会规个崩落。不过石头伤大粒，可能要2天才有法度搬走。这么温泉坐落的民众甲游客只好驶较远的行南寮渔港那边。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台风，只要稍微雨大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岛很像破掉的洞一样，到处都是土石流。为了考虑那个工程安全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开口企业已经在等，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马上清除，大概要2天时间。乡公所讲，绿岛环岛公路已经争取到4亿的经费，会分期征收，希望会让减少再发生公路的灾害。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7月2日罢免失败，普发现金，洪认为讲是关键的因素之一。败是行政院提出复议的期限。根据了解，考虑8月23，也有罢免案加上核三的公投，所以行政院决定无要提复议。来看中国时报。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当咧讨论，敢是要同意赖清德总统后礼拜出访中南美洲的时阵过境美国。因为烦恼会影响美中贸易的谈判，也有当咧规划川普甲习近平的峰会。因为咱总统府是讲，最近考虑南部洪灾的情形，总统最近是无出国访问的安排。过来看联合报，川普日前宣布甲欧盟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销去美国的产品会扣15%的关税，是川普进前所讲的一半。因为欧盟这边是答应开放市场给美国。包括甲美国买7500亿美金的能源，也佮另外投资6000亿的美金，甲采购大量武器。欧盟销去美国的商品关税
对本地30%降做是15%，不过钢铁甲阿鲁米也是50%。然而美国的商品入去欧盟是免关税。川普今仔日讲，也未甲美国完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会扣15%至20%。We have good news. We've reached a deal. All of the countries will be opened up to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t zero tariff. 經過幾個月艱難的協商，歐盟甲美國總算達成貿易協議。在美國強大壓力之下，歐盟無法度守住進程，堅持互相零關稅，也是中和版的10%關稅，變相接受歐盟商品進口美國15%的基礎稅率。也會向美國擴大買價值7500億美金的能源，數千億軍備，也對美國另外閣投資6000億美金，避免爆發一場全面的貿易戰。It's a huge deal. It will bring stability. It will bring predictability. That's very important for our businesse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也毋過美國對歐盟的鋼鐵甲鋁製品有原維持50%的高關稅，其他包括飛輪機零件、特殊化學藥品、半導體、自然資源甲關鍵原材料是適用零關稅。各國領袖分別推文祝賀美歐達成貿易協議，也毋過也愛歐盟各成員國批准通過生效。再來幾禮拜，雙方會針對關鍵商品清單、汽車、藥品、葡萄酒等具體細節來談判，經濟有難度相當程度的衝擊。Considero positivo, come sapete, che ci sia un accordo, ma se non vado nei dettagli non sono in grado di giudicare. When you look where we stood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namely with hardly any tariffs,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clearly lose from this deal.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see the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 even though at 15% tariff rates, this will not be the end for the European economy. That we will now only get 15% on European automotives means that for the German economy, also the economic damage, the economic harm will be manageable. It will be felt, but it will be manageable. 另外一個國際主義的關稅焦點，中美新一輪的經貿會談，禮拜起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今年5月，雙方同意的關稅休戰期限會在8月12號期。香港南華早報報道，雙方有希望將停戰期限擱延長3個月，繼續協商。公司新聞是會中朋友。美國對頂關稅8月初1就要開始實施，到達咱台灣的關稅是還未確定。行政院強調講，副院長鄭麗君也閣佇咧華府咧協商。也若川普佇咧半導體關稅議題，又講到半導體商品扣稅新的標準，到時會做伙公布。相關的企業嘛已經開始咧煩惱。美國甲歐盟共同宣布達成關稅協議，不過美國總統川普現場回應外界對半導體關稅問題時，又閣點名台灣引起關注。We'll be doing a lot of chips. A lot of companies are coming in from Taiwan and from other places into the U.S. And they're doing that in order to avoid tariffs. 8月初1，美國對頂關稅上路到達成，台灣關稅稅率高達也無平壤，引起國內企業關心。行政院強調，副院長鄭麗君有關地華府進行協商，也因為關稅不明，原定2號召開的行政院經法委員會第2擺國務院會議，院長到陽台指示延期舉行。The expectation is in 2 weeks' time we're going to come out with our chips 232. 美國4月宣布進行232晶片產業調查，美國商務部長魯特尼克相信有據，2禮拜來公布調查結果，內容針對美國進口的藥品甲半導體的高度挖庫，敢是造成國安威脅。因為川普捌請下對藥品扣200%稅率甲25%的晶片關稅，這項調查可能加做半導體商品扣新關稅基準。這都是還是一個未定數，但是整體台灣產業碰到的一個地方，就是未來整個生產製造成本的複雜度會增加，成本也預計會增加。它不是一個絕對的成本的管控，而是相對成本的管控。就是你是競爭，你還是要比別人能夠好嘛。
因为美中关系谈判日未开始，伫斯德哥尔摩进行第3轮经贸会谈，有了除了聚焦伫芬太尼关系等议题，也会为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铺路。不过，因为台海局势犹原紧张，中国今时可能会以减少进口路易石油交换要求，美国做出安全让步，包括降低对台湾甲菲律宾的支持，各界拢在关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政治消息来看，7月2日大罢免失败，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讲，民进党未会提责任，就互伊来承担，已经有当面向党主席赖清德来请示。7日了罢免落幕，以大失败收场。外界对民进党有一寡批评，党秘书长林右昌2日透过面册表示，民进党有这个责任，并由伊来承担，已经当面向党主席赖清德请示。在野党嘛向准行政院长杜英台的指责。这是民进党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对严重撕裂台湾社会，使整个台湾付出了难以计算的巨大成本，所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不过，民众党团阁声明，任何法国里面的法案也是乐意调解合作。二位单招主是开出3大条件，包括随释放郭文铁、接受国会改革法案已经通过，也加速通过大刑法，讲只要立赢释出善意，立法就当重建关系。我还没有跟党内沟通，所以我在我的文章上，请大家要看清楚，写得很清楚。如果我可以决定，这表示是个我个人的心愿。我想合作不是用条件来谈的。更不是用政治利益来交换的。如果要合作的前提是要去破坏司法独立，在侦办中的个案就将任何的嫌疑人直接可以放出来。我想台湾社会很难接受吧。罢免案设立破坏现金议题，互人认为是关键因素之一。31是行政院提出复议的最后期限。对这代志，国民党立委拢表示，若是行政院提出复议，一定会好决。我认为是在政策上面立刻做出让步，让朝野的对立氛围缓和下来，也不失为一种方式。那我们就看看执政当局要怎么来回应吧。那为呼吁执政团队爱听民意，民进党团指出，宪法原则袂因为罢免案结果所拍折，尊重甲支持行政院的最后决定。记者采访报道。咱台湾的合唱团去日本参加东京国际合唱比赛，不过中国却是抗议讲，要求袂使出现咱台湾的国旗，咱的名嘛爱改用中华台北挑工来施压。不过咱高雄的尼泊尔合唱团落尾就是摕到金牌。这团员伫咧台仔顶大写画“台湾 No.1”， 而且领奖的时阵，大家嘛伫咧台顶唱《台湾颂咏》。日本 chorus。第1位は日本合唱団。第7届东京国际合唱大赛，来自高雄的日本合唱团，日前伫咧民谣组以95.9个冠分摕到金牌，团员因大声欢呼。不过其实伫前一天，主办单位有甲咱通知讲，因有接到抗议，咱伫会场内国旗就要摕来，名也自台湾改做 Chinese Taipei。练唱的时候，包括在上台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个爆发力，或是那个被打压的那种感觉吧。把它唱出来，然后在台上用最完整、最漂亮的表演让大家知道。然后，因为我们刚好昨天穿的衣服是这一次 Net 捐给我们，上面是一个台湾的那个字样的 T 恤，所以他们就在现场尖叫啊，又唱又跳，然后比台湾的方式。包括日本合唱团在内，台湾总共有6组合唱团去日本参加比赛。主办人宋夏光日时伫咧比赛前，也搁伫 FB 放大会内面的相片，会人看到咱国的国旗加中国的5星旗拢有。代志发生了，经过驻日本代表处，也搁随行的立委去交涉。主办单位也是把咱的名改做中华台北，所有国家拢卖挂国旗。一定是坚定的支持我们的这个作为台湾的选手，那我们也要这个跟这个中共这边提出强烈的抗议，因为其实在国际赛事上，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政治的打压。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直接站出来说，他们不承认中国解释的2758号决议。而且都是国会，为什么？因为国会有民意基础，国会也没有外交的包袱。我们其实也应该做一样的事情，只要其他国家支持我们才有意义嘛。条约立委拢谴责中共矮化咱国的行为，虽然主办单位也是制作有台湾标识的奖牌，咱国驻日本代表处议员讲，伫过去6年，咱国参加比赛团体拢是以台湾的名义参加，这个今年因为中国的政治干预污染音乐。
强调世界上上了解台湾甲中国是无共国家的就是日本，中国的做法会当看出因家己无自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泰国甲柬埔寨边境的冲突，双方同意为今仔日翻点过无条件停火。也若川普是破文讲，已经甲两边的头人通过电话，而且强调讲会停火是因为伊有介入。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泰国代理总理蒲坦甲柬埔寨总理洪马内握手斗阵协商，象征泰柬两国的边境冲突结束。由当下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安排，泰柬两国草头人自被下晡伫吉隆坡郊区展开会谈。美国甲中国官员也参加会后，两国拢同意马上停火，意愿维持到饭店开始无条件停火。We hope that the solutions that Prime Minister Anwar just announced will set a condition for moving forward for our bilateral discussion to return to normalcy of the relationship. 洪马内指出，这场会议是爆发的冲突，互相保护30万人失去家园。伊甲蒲坦拢伫记者会感谢马来西亚甲美国、中国参加调解。While continuing to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nd the life of our people, we agree to a ceasefire with assurance myself that it will be carried out successfully in good faith by both sides. 停火成效了后，泰柬军事指挥官自到早起7点举行非正式会议，重新建立联络。8月7日，当下轮值主席国也要开驻外补关会议。按过江铁文府泰柬边境大门前，1万5千人参过边境会过，双方民众对停火拢真欢喜，按过烦恼恐惊也有变数。ก็ไม่ดีใจก็อยากให้หยุดยิงแต่ว่าเขาต้องยอมอ่ะถ้าเขาไม่ยอมเราก็จะสู้จะมือเอคันเอบกีสอายุนี่ก็แพ้เอก็มันเต้นเงินเต่าเตะแพ้จีคันเอมุ้ยก็แต่ถ้าเอาสงัดสงีมสั้นกูเอาจีบักสั้นถ้ายิงเต่าเมียนปัญหาเด็ดป้า美国总统川普伫宣布停火了后，透过社群平台表示，停火是因为伊的间接调停已经指示贸易团队重启贸易谈判。中国外交部呼吁双方透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早日恢复边境地区稳定。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来关心泰国首都曼谷二八发生一件枪击案，有一个人也冲去一间超市，甲4个保全甲一个犯人断死了后，伊开枪自杀。救护人员咧为这倒落去的人急救，根据警方甲急救人员的讲法，这伤者最后也是救无倒来。2中昼左右，伫奥克多市场发生枪击案，真侪市场的保全人员甲一个打犯遭到射杀身亡，凶手了后也枪自尽。เสื้อสีดำใส่หมวกแก๊ปอะค่ะก็กำลังใช้ปืนยิงอยู่เขาก็ยิงหลายนัดเลยค่ะยิงรัวเขามีครอบครัวกันหมดทุกคนสงสารทุกคนแล้วเรารู้จักกันด้วย泰国警方指出，这枪击案甲最近泰柬边境冲突无直接关系。被枪杀身亡保全人员甲凶手不是同一间保全公司同事，初步判断凶手犯动机甲工作纠纷，或者是私人因犯有关系。这案件震惊曼谷社会，因为市场是观光客常常去的地点。目前已经知影无观光客因为这枪击案受伤。在泰国穿服着甲服穿的情形，常常看到。2023年10月，一个14岁少年在曼谷市中心一间豪华购物中心，用改造枪无差别杀人，2死5伤。2021年，一个遭到改制的泰国军警提枪甲刀攻击公共托儿中心，造成36人死亡，其中22个是囡仔。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才可以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甲中国高阶官员今仔日伫咧瑞典举行第3轮贸易的谈判，双方讨论5点外钟。川普讲希望中国会当开放市场，明仔载继续谈判。川普进前予罗西亚50天的期限，甲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不过，川普今仔日表示，新的期限是为今仔日开始算10天至12天。又佮讲，伊对罗西亚总统普京感觉真失望。来看厄瓜多当局表示，当当卖毒的帮派争夺控制权，武装分子今仔日伫咧沿海发动2件攻击的事件，造成至少14个百姓无命，其中还佫包括一个囡仔。
镜头转来咱国内，有一个小姐指控讲，有一个姓王咧看减肥的医师，甲因阿嫂收100多万，甲伊开刀做减肥的手术。想袂到因阿嫂手术了后的2天就不幸过往。目前，这个医师甲病院是发声明表示，代志已经进入司法的庭事，无方便表达意见。他在北部是找不到任何医生愿意为他开刀的，因为他是高风险群。家属伫平台陪同之下开记者会，讲伊的兄嫂林小姐找到专工来高雄小港一间病院，找这名姓王的盲情医师替伊做减肥手术。想袂到初10开刀，过2天伊出现喘气袂顺，甚至佫有唔知人的情形。12紧急送去大病院抢救，也是救无回来。所家属伫咧整理死者遗物，才发现有足侪代志无符合情理。王明宇医师亲口告诉我，是因为他要找外院团队来开刀，要聘请麻醉师。我询问他，请外院团队，不是小港安泰医院本身就应该有的设备吗？家属质疑医生的资格甲手术规定的合法性，同时佫用各种的名义甲死者收100多万的钱。对此，院方表示，王医师确实是因病院的医生。立卫生局伫26前往病院稽查了后，表示医生的资格甲手术拢合法，不过超收钱的部分已经违法，除了相关罚25万以外，也要求相关人士甲超收的费用经过家属。医疗机构不得违反收费标准、超额或擅例收费项目收费，违者将依同法103条规定，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本局将依法处办，并命限期将超收金额退还。家属表示，因望相关单位会当介入查清真相，莫阁有人受害。里面对家属的指控，院方发表声明回应，针对林小姐的事件，因表示遗憾，认为本案已经进入司法阶段，目前解剖的报告也被公布，因无方便对外表示意见。记者柯家驻高雄高雄场报道。我来看台北市卫生局公布抽验市面上食品的结果，其中包括新调真清的破手、福源土豆酱，内底黄壳毒素超过标准。医师提醒，这黄壳毒素是会致癌的。卫生局强调讲，已经要求业者都要落市，嘛限期改善，若无上当会罚300万。就是这个身体销真好的盘手类，身体福源土豆酱，也就是真侪名人上爱名产之一。和台北市卫生局伫6号超市抽检发现，黄壳毒素超标无合格。我的花生制造过程的东西可能有存放不当、太热啦，然后保存不到仓库，放它闷到啊，还是有这种问题。我已经销毁。我觉得现在食安法规定那么明确，那既然不能有的东西你又出现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重罚。业者表示，这批无合格产品是今年4月制造，已经全部回收销毁。初步检判可能甲供应相关了，土豆品质异常有关系，也是运送规定保存无好势。台北市卫生局立备公布上新食品真菌毒素抽检结果，有抽检30件产品，其中有3件黄壳毒素超标，都包括新竹福源土豆粒土豆酱，另外还有中兴路丰盛润饼的1级土豆粉，甲福冈街212行的土豆粉，已经要求业者随回收。我们已命贩售业者限期改正，限期不改正呢，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动物科医师提醒，黄壳毒素主要是黄壳霉菌产生，毋但有肝毒性，长期食也可能有掉肛的风险。黄曲毒素，它被我们世界卫生组织下面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说是1级致癌物，就是人类确定致癌物，长久吃到黄曲毒素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卫生局提醒，台湾气候高温淡湿，土豆甲因的制品5-50年，果子仁的食品，较会受真菌毒素污染，所以提醒消费者选择信用好的店家买产品，开封了后也要量早食完，也是放冰箱低温保存，确保食品的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8月初1开始，80岁以上的时代就唔免做巴氏量表的评估，就会当直接来请外籍看护。有民间团体惊讲，这新的制度施行了后，会增加差不多53万个较健康的时代，来甲一寡需要长照的民众来抢看护的资源，惊会造成照顾资源无够的问题。
这民团和立委召开记者会，因为8月初一开始80岁以上唔免把是牛表，地当车着挂职抗号。民团指出，这政策实施落去，预估马上会增加53万个较健康的时段出来请挂职抗号。不过，民团表示，台湾一年敢若增加14000个挂职抗号，能力根本就无够，可能会得使重症的失智失能患者请无人。可以申请家庭看护工的人数会暴增53万人，这其中劳动部推估可能有10万人会进来评估外籍看护。根据家庭照顾关怀协会统计，目前全台湾差不多20万户的家庭有重症患者长期倒伫咧眠床顶，出门需要塞轮椅，照顾起来非常吃力。民团烦恼政策若是开放了后，挂职义工可能会为着工课较轻松、条件较好，就选择去照顾较健康的时段，也是进一步提出讲要加薪水换雇主的要求。这些被抢攻的重症家庭，他们现在的弱势，他们已经是在边缘即将崩溃的家庭。如果今天移工再有任何的变动，这个家庭就糟糕了哈。23%呢，有听到这些看护工呢，他们有说他们想要换雇主了，那不晓得再来怎么办？那么已经想要换照顾比较轻松的家庭。民团表示，虽然嘛认同政府废除8姓牛表的政策，不过也认为政府应该提出一套较合现代需求的评估制度，定出分级的方式来做判断。民团建议较轻度、较健康的时段，会当去使用日照中心的资源，甲挂职抗好留予重症失智失能的时段。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空桥中学的校车，去年3月份伫咧文山崩坑并车，造成24个人轻重伤。运安会即马公布调查的报告，除了这驾驶经过崩坑的时阵有超速，嘛发现崩坑的路面有的点仔架拢已经磨甲平去，才会害车全出去并车。校车并伫崩坑内，致使2个人重伤，22人轻伤的事故。这件伫去年3月发生的空桥校车意外，经过运安会调查发现，承包的龙内高龙公司游览车驾驶员伫正月崩坑了后，有持续加速超过速限的状况。驾驶员感受到车尾有限了后，使用主动加排气动力减速，6秒来进行世界转向操作，致使车身无在弄到崩坑边，唔再并车。运安会阁指出，事故驾驶员发生意外，阁无确认学生囡仔人数加引导去安全的所在。超速的话，其实有道路安全、交通安全那个罚则可以罚，负责人还有所有驾驶，在去年的113年6月份，我们实施3次的教育训练。那针对安全训练及紧急逃生方面特别加强。另外，运安会嘛认为，文山崩坑北向中线车道的铺面长期磨损路正歹，为民国94年通车以来，毋捌铺面养护，增加车骨气失控的风险。到事故现场去看，台北市新工处伫去年6月底，甲铺面换新做点仔架路面。不过新工处讲，更新作业伫车祸进前就开始规划，主要是有接到民众的တင်情，顶的路面行车较无舒适。钢筋铺面有那个行车舒适性的问题，针对柔性铺面、AC 铺面本身的抗滑，目前中央并没有规范。台北市政府是讲，目前国内针对市区的道路铺面无防骨检测规范加检测的方式。运安会嘛呼吁各土司加交通部，会当针对研究制定市区道路国道加省道的定路面有控制设计加养护机制，互养护机关有一个依据提升安全。记者采访报道。2023年的时阵，伫咧新竹竹北，伫咧路边有停车架落落，造成轿车并起。监察院即马公布调查的结果，讲附近的建案伫咧民国96年摕到建照，本地要起13层楼的百货公司，经过2届的变更，就买手起到32层楼悬。监察院认为有真侪违规，已经提出纠正。2023年4月，新竹县竹北一搭路边的停车架熊熊破一坑，停伫中面的车直接落落去，引发关注。因为边仔的风采5年抗建案施工的期间，四边的车路陆续发生5届以上崩落去的事件，民众质疑有关系。监委介入调查，发现有真侪项重大违失，预备宣布纠正新竹县府。我们认为有难脱为特定个案量身定造，更何况新竹县政府这样的一个处理，有史以来
也是绝无仅有，就这么一个案了哈。检察院也函请行政院要求所属的单位确实检讨改善，因为这个个案对2007年提到建造规划地上13站的商场，煞连续2届重大变更，落尾是变做地上32站，890户的住商混合建筑。监委提出5大纠正理由，包含政府飘收了后放令用途的限制，严重伤害到政府的公信力，都市计划审议的同时有出重大问题，时间监督管理机制失灵等等。真的是厂商知法玩法。你看看他自己都很清楚，这本来就是商业用地，只能做商办或者是旅馆等等之类，可是他把它变成住宅用地。高阁进前，新竹县府对检察院纠正案也未有相关的回应。不过，相关的案件，新竹地检署也继续侦办。针对新竹县长杨文科涉嫌多利建商、防疫机构违反建筑法令，和风采古字库复工。去年7月，检方按照贪污治罪条例，多利罪嫌起诉杨文科等人，但是杨文科伫出庭的时强调绝对无违法多利。高市新闻采访报道。伫桃园的东安街有新造一个减速的平台，不过无到1礼拜时间，已经有几个人骑车经过全跋倒。目前交通局有请厂商爱卡进这个防掘的标准，嘛检讨车路的标线。监视器画面有迄条骑机车的人经过减速平台向厝倒去。桃园区东安街新设减速平台，较无1礼拜，已经发生几落件骑机车厝倒的事件，有民众批评那亲像大路上。就我知道，大概就有3、4起左右，有知道是没有减速啦，就是他就是直接就这样骑过去的时候就飞出去这样子，也有听说是下雨天打滑。透过这种减速式的平台，让驾驶人可以比较慢的速度通过学区，其实它利益是相当良善的。让大家诟病的可能就是它的颜色跟柏油路比较相近，所以造成驾驶人在路过的时候可能辨识度没有那么的高。少年所发生民众骑车经过减速平台厝倒的情形，高龙局已经请厂商到现场来量测，控具敢有达到标准，也会针对路段标线小可调整来提醒。夜间原来会使用 LED 灯提高白面的能见度。在穿越减速平台前，我们会再增设两侧的一个限行标线。那另外呢，地面上也会增设减速、慢行，然后限速30的一个标志。减速平台主要是设伫后园主题区行人活动较接的所在。高龙局是讲，主要是考虑经过这个路段用路人车速伤紧，才由减速平台甲前后减速的牌面，经过用路人减速慢行。目前桃园已经有设21位减速平台，速度拢会当有效降低3成，预定年底前会阁增设5位。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台湾爱滋病学会发起咖啡车巡回行动，要来感谢医护人员拍拼推动友善的医疗环境，嘛希望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来推动爱滋正确的观念，让大家莫有歧视的看法。古水的咖啡车驶到位，大家拢挖过来摕咖啡。这是台湾爱滋病学会甲台湾爱滋病护理学会同齐发起的咖啡车爱滋全台湾巡回行动，进前来到中华卫生局，除了感谢公卫人员的付出，嘛要拍破大众对爱滋病误解甲歧视。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啊，感觉还不错，然后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艾滋议题。因为一般民众听到艾滋其实都是比较恐惧，那我们借由这个活动传达这个概念，让一般的民众知道说，其实艾滋并不可怕，那就是更有动力去推动艾滋防治的业务。这样，公卫推广人员表示，即马艾滋病已经互人看做甲慢性病同款，只要食药啊控制，也无病毒，都无传染力。活动主办单位指出，去年有针对全国医师人员进行艾滋认知调查，结果有超过8成的人无清楚这个概念，有2成的人面对艾滋患者采取过度的防护措施，这个误解可能对感染者造成二次伤害。中华卫生局嘛有透过免骑命的体检、健康讲座等活动，营造友善的艾滋防治环境。咱主要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我们跟艾滋病患甲艾滋病的高危险群的一个友善环境，互伊咱感觉咱可以信任，因为有信任有友善吼，咱要做服务才会到位。今年的咖啡车爱滋成员拢总要完成全国26间医疗院所加15个卫生局的巡回活动，到这礼拜5，希望透过啉一杯咖啡的时间，宣传正确的艾滋病观念，打造无歧视的新时代。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
教育部为今年8月份开始，全国代理老师会当按年资来提悬薪水。这地区台北调去外县市的老师有变较侪。有民间团体认为讲，这原因甲薪水低、开销悬、想要回乡等等有关系。教育局讲有咧规划相关奖励制度，希望甲人才留落来。教育部自今年8月开始，全国代理教师会使照年资来提悬薪水，这是原本干那台北市才有的制度，今嘛变做要全台湾施行。民团认为，这嘛进一步地区最近3年清调外县市的正式老师和代理老师，都2129人次才济，甚至有学校需要招考45届才请到代理老师。民团认为，人留袂牢，除了薪水低、开销悬。嘛，跟多数代理老师想要登去故乡教册有关系。在学生的编制，比如说一般的一个人数方面去降低班级人数，或者是从学校的一些编制的部分去提升老师的一个，也就是他课可以上的比较少或等等的方式，去减轻这方面的一个压力。针对老人才的对策，教育局是回应讲，表现优秀的正式教师，根据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奖励教师奖金计算要点，大学校有5派名额会当发奖金。教育局表示，未来除了增加奖励人数，嘛已经在讨论要甲代理教师加入奖励范围。就教师的员额5%提供奖励的部分。那已经要预计提高10%，113学年度起，公立高级中学每班的人数调降至34人，私立学校则为47人。另外，教育局嘛表示，为着要降低老师工课负担，目前已经有咧降低班级的人数，今来调薪水的部分，教育局讲会继续和教育部参详，希望透过无同方式，和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关于继续留伫台北教册。记者桂宗林、林撇凯台北报道。来看南投县府为今年3月开始有推动一个母语的计划，因伫咧图书馆办台语讲故事的活动。这礼拜就有老师讲南投在地故事，互大人囡仔做伙来了解。行到草屯这搭，鞋啊拢甲我看去。南投草屯镇早期是南投交通往来中继站，广告老师讲，民众行到这嘛差不多搁爱换一箱草鞋，所以换落来草鞋捡做伙就那上山。伊讲这就是草屯旧名草鞋墩的由来。县府透过制作台语绘本，伫南投成长收雨水的传说。运用图书馆讲故事的活动，唔那推广台语，嘛希望甲南投的故事讲互大人囡仔了解。悬悬的鞋仔山，迄阵的鞋仔山足大座的嘛，叫做草鞋墩，伫民国以后才改为草墩。我感觉10万箱的迄种鞋仔看足壮观的。差价。现场除了讲故事，嘛教民众讲一寡简单的台语词，也佫有做手工等等，希望提升民众学台语的兴趣。南投县政府表示，推动母语疗园计划已经3年，嘛透过演习、音乐、戏剧等等的活动来复振台语。就讲三脚步一坎店，南投市，较老练嘛，就甲这大作吼，甲搭过来这个南投县的地图内底。你若搭了，你就知影讲哦，德山是伫遮，南投市是伫遮。文化局表示，图书馆台语讲故事的活动到9月进前，也佫有10场，希望互民众更较了解南投的在地文化，嘛做伙认捌台语的水。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看屏东李港的在兴国小的校长李炳武，长久以来伊真注心本土的教育，而且佫有出册来记录，嘛甲地方的特色写作歌。伊对教育的热情，甲对地方文化的重视，互伊摕到今年教育部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的肯定。来了客，老过时运，来到船底，清客水，流入阮的心内。唱着家己作词作曲的歌，伊是屏东李港在兴国小的校长李炳武。这条暖暖爱聊客，毋若写着地方人文发展，嘛代表着家己伫李港做教育人员，逐工会经过的风景，阁有一路行来的心境。拄好顺着这个爱聊客，对盐埔来到李港，对西桂来到庄仔地，这个教育的艺术的精华的故事，互大家老师、学生啊，佮社区大家来唱。希望小朋友嘛会当爱乡土、爱学校。
除了写歌，2012年李秉模甲硕士论文出版成册《世纪的永安》，回顾李港国小100年的发展。这本册当时，予伊摕到最有台湾文书人员的肯定。毋那李港，李秉模2018出版《盐埔教育志》，记录对台仁科大、并北高中到盐埔乡的小学甲幼稚园的发展过程。伊嘛担任几6间学校的校史编辑顾问。因为这份对乡土教育的热情，予伊得到今年教育部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写这本册就是互伫遮奋斗的人吼，留着一寡历史的记录，啊嘛互一寡读者、读的人了解讲，大家拢伫遮拍拼的故事。李秉模对做老师开始就投入乡土教育的工课，在兴国小的顶仔骹就会使看到学校发展的相片。去年校长阁特别做一块国民学校的牌仔，互大家感受70年前建校的气氛。不管伫倒一间学校教册，李秉模拢会带学生入捌地方文化甲历史发展，互本土教育对学校行入社区。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体育消息来看，捌伫咧美国职棒拍球的日本体育球员铃木一郎，27伊正式进入美国职棒名人堂，加做历史上头一个日本的球员。As its first Japanese-born position player. 铃木一郎正式加入国必定名人堂，即马已經被頭破。第一次時陣用英文演講，不過講到前輩也無影響時陣，改用日文表達感謝。3,000 hits or 262 hits in one season are achievements recognized by the writers. Well, all but one of you. The offer for that writer to have dinner at my home has now expired. Hideo Nomo became the first major leaguer from Japan in my lifetime. His success inspired many, including me, because of Hideo Nomo's courage. My eyes suddenly opened to the idea of challenging myself by going somewhere I never imagined. Nomo-san,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51岁铃木一郎自00年去美国职棒大联盟，是日本第一个用野手身份徛起哩西雅图水手大联盟球场，参量球季就替美国联盟上届大家年度最佳新人奖。伊伫19赛季职业生涯攻出3089支大联盟安打，也是史上第一位连续10个球季达成单季200支以上安打球员。其中自0004年国写大联盟单季安打纪录262支，打击率3.7支，提个人生涯第2座打击王。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再去看世界，咱要来看全世界上大人体生物资料库，用11年的时间建立10万的志愿者因的医疗影像的资料，而且佮加上进前有50万人会建本，希望当找出一寡脑化疾病影响，会当量早发现、量早治疗。史蒂夫先生倒伫咧协助强健造影 MRI 机器顶头，由经验师依照程序对伊做规身躯的扫描，并接下影像资料建立档案。这是英国自2014年开始的一项计划，作为规个英国生物样本资料库 UK Biobank 的一部分。What this imaging data will enable researchers to do is just to answer questions like, why is it that someone in their early 60s has the heart function or the brain function of someone 10 years older? What are the genetic and lifestyl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ccelerated ag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自2003年启动的英国生物样本资料库计划，包括影像扫描的10万人在内，总共收集50万位志愿者的检体样本，包括肺、尿、喙烂。20多年来累积的资料量超过3万 TB。另外，为了要会当有更加完整的时间数列资料，参加影像资料计划志愿者，拢被要求爱每人几年就回来医疗机构，各重新做这个差不多5点外钟的扫描程序一遍。We can now look at every organ and tissue in the body, and that has helped us understand things like aneurysm risks, how muscle fat is related to frailty, and how liver fat is prevalent in like 25% of the UK population.
So we've been able to understand a lot about all sorts of disease mechanisms just from the biobank data.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UK Biobank 嘅資料庫已經供應學術界加科學界發表一版即成篇研究文獻，為了要讓予全世界醫學一個科學嘅專業人員，攏會當分享這項資料，並且兼顧龐大資料中心嘅營運。資料庫是按付費方式提供資料，以種內容自新台幣118萬到355萬。公司新聞徐嘉玲編輯。繼續來看聖地牙哥國際網界展覽，是請全球13萬的迷眾去遐參加。所以咱來看公司國際記者佇咧現場採訪的報道。那網界電動用的是所謂5、6產業，攏佇遮插一卡。建立第55年的聖地牙哥國際網界展是美洲歷史上久長，也是全球上互人推薦的網界展之一。而且會當感受到各種的流行文化，真濟人為着 cosplay 是開真濟時間甲氣力。It all broke last week and I had to start over, and I didn't sleep at all for like 2 months. It took me a full day to try and recreate it as best I could, and then the 3D printing of it took several days to do. So. 像这样到处都是 cosplay 的会场，也可以看到台湾馆以及台湾漫画家在现场与民众互动。红宝网界作家爱宝甲阿特的杯底唔是金旗，是全台湾头一波得到 FSC 心灵认证的网界。有一些人他其实曾经来过台湾，或者是说他有他的家人来过台湾。我们遇到最有趣的是，有一位说他对于台湾最有印象就是万峦猪脚很好吃。那因为我们的万峦猪脚会在第3集经过屏东，所以他们说可不可以把它放进去？我觉得是个很棒的缘分。感觉到有特别多的人潮，那是以往没有经历过的。周建成有真侪破创作得奖，来自清水的囡仔，从专业做7個月期間，得到金曼獎甲真侪項國際大獎的肯定。伊講到，在國際展覽當中所觀察到的台灣最近幾年網界發展的情形。它是一個很多元的狀態，而且每個創作者會長出他個人的特色的作品，有可能受美漫影響，有可能受歐漫的影響，那日漫當然也是。其實在這近幾年，我看到很多各式各樣的風格的出現，那個是我覺得，相較於其他國家來說，台灣很特有的一種漫畫的風格的表現。和中華動漫出版同業協進會合作，這個也展出台灣23部漫畫甲小說，希望會當讓台灣原創的內容在國際市場，讓更加多人看到。文化部跟台灣書院參加這個展會，那因為這個展其實是北美非常重要的一個展會，它帶來很龐大的經濟價值。那我們希望把台灣的那個業界介紹給這裡，也能夠同享在這裡的產值。還有真濟場台灣漫畫作家甲漫協參與的專場研討，也吸引真濟迷眾來。舉行真濟天的國際漫畫展覽，也為城市創造真大的經濟利益，還有稅收。公司國際記者聖地亞哥報道。天氣報你知，咱來看今仔日各地溫度。北部地區上加26度，上懸33度。中部地區上加25度，上懸32度。南部地區上加25度，上懸30度。東部地區上加26度，上懸34度。咱來看外島地區，26度至31度。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早起新聞，我是丹妮，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